亲爱兄弟平安，今仔日是大港节的主日，欢迎大家转来咱的演讲的大家庭。聚会开始，请大家有2点提醒，唔通甲食物带入来伫咱的会堂。第二，请恁甲恁的手机关伫震动，还是关机。感谢大家的配合。姊妹大家平安。咱带着喜乐的心来到主面前，咱要开始一早起的敬拜。兄弟姊妹，互咱得到上帝的祝福，嘛，互咱有信心。咱做伙来到这的时阵，咱开咱的心，咱开咱的嘴来敬拜俄罗伊。阿门。好，请兄弟姊妹现在起立，请咱起立。咱来到主的面前，咱就是要单单仰望伊，阿门。阿门。咱做伙讲，单单仰望伊来，单单仰望伊。对，咱爱主神看耶稣，互咱深知今仔日咱来敬拜，就是要互伊欢喜，也互伊伫咱的面前，搁一摆透过真理来教示咱，互咱所行的来荣耀伊的名。所以好无，这时阵请咱做伙举起咱的手来欢迎圣神，来对牧师来讲来。圣神，我俄罗你；圣神，我俄罗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足爱你；圣神，我足爱你；圣神，我求你充满我；圣神，我求你充满我。阿门。阿门。主，阮感谢你，互阮来到你面前。是充满渴慕的心，嘛，互阮每一届的礼拜，拢会当拄着你。当阮看见你的同在的时阵，你的荣耀就要凸显伫这个所在。阿门。阮的心就要开阔，阮的灵就要搁较对你来开放，互阮搁较单属于你，因为阮就是要主神看耶稣。多谢你将今仔日阮的敬拜对头到尾拢恭敬。也求你用你的保护，搁一摆来洗清阮的污秽，互阮是清气的，是得到主你欢喜的。感谢基督，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咱搁一摆用使徒圣经，咱搁一摆来告别咱的信仰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哈利路亚！各位兄弟，咱这时来做得胜的宣告。过去一年，耶和华带咱胜过一切的挑战甲困难。咱做伙用这首诗歌来学老主。你对你。
人讲，有耶稣，咱会得胜，搁得胜。有耶稣，咱会得胜，搁得胜。摇花是阮目标，阮袂惊遐，咱做伙用这首诗歌来录音。咱有大欢喜，咱有大喜乐，这是咱请我正手边的兄弟，带大家来唱第一站这边的哦好，来哦，我心大欢喜，我的嘴就应是感谢上主这大恩义。哈利路亚，感谢主，主时刻甲咱扎家己的，伊会听充满阮，伊绝对袂离开咱。咱用这首诗歌来学乐伊。我的风云来，有你甲我
你甲我行去，当我日困起来，有你稳定扶持，当我伤心失望，所听无放下我，有你听的讲笑，我得到应许。我爱你，尽我全心全力全意，定要高顾你的名，我绝对无怀疑。我爱你，尽我全心全力全意，伫你走的路上，我跑走无放弃。生命对你无你到困苦，心内患难无你到失望，暂时小看的艰苦的心情，结局无比永远的荣耀。生命对你无你到困苦，心内患难无你到失望，暂时小看的艰苦的心情，结局无比永远的荣耀。我爱你，尽我全心全力全意，定要高顾你的名，我绝对无怀疑。我爱你，尽我全心全力全意，伫你行的路上，我跑走无放弃。今仔日是咱今年最后一摆的圣礼典，就是讲咱今仔日要来到主的面前，甲伊同坐倒，透过伊所设立的圣餐，互咱甲伊的生命有较亲密的结连。这是你我伫咱永光教会，咱2个月有一摆的机会，透过圣餐的礼仪，互咱更较深深知影，咱是归属伊的。所以这个时阵，牧师期待咱两个人要来 RPG 哦，来为着今仔日咱的圣餐来祈祷。特别咱伫第2堂，拢总有22位的人，有11位是成人的洗礼，有5位是健信礼，有6位是转职过来的接纳。所以咱要为着这些人来祈祷，互因透过圣礼典认捌耶稣基督以外，也认同咱永光教会。咱也为着家己来祈祷，这是必要的，好无？所以牧师即摆邀请咱两个人，咱要来 RPG 哦。第2项就是为着今仔日的圣礼典来祈祷。第1个是来学乐，第2就来代求，第3彼此来祝福。好，来，咱用2分钟的时间哦，咱做伙来祈祷。哈利路亚，做伙来 RPG。主感谢你，哈利路亚，这是美妙的事情，这是美妙的事情。我当心合意来求你应允，你拢有听着，你也是阮的中间要成这一切的事。主，阮多谢你，阮兄弟姊妹用祈祷谦卑来到你面前，带入一个更较深的敬拜，带入到至圣所内面来亲自拄着你。主啊，你是阮丰盛的主，阮多谢你。今仔日的圣餐，阮恭恭敬敬来接受，因为阮属于你，阮是透过主耶稣基督的救赎，阮明明，阮奉耶稣基督的名，通进入到你的国度内面，进入你听的国内面，用生命树的美妙。哈利路亚，多谢你，多谢你，美好的时阵，为着阮彼此的关心祈祷，献上感恩，多谢你的恩典。哈利路亚，多谢你。我
我爱你，我这心专念专一，应要高呼你的名，我本对梦怀疑，我爱你，我专心专念专一，你听的路上，我帮助无放弃。我爱你，我专心专念专一，应要高呼你的名，我肯对梦怀疑。我爱你，我专心专念专一，你听的路上，我跑走无放弃。生命地球无地头困苦，时来患难无地头失望，将是小看的眼苦要成就，一切无边应有的应有。生命规定无地头困苦，时来患难无地头失望，将是小看的艰苦要成就，一切无边应有的应有。我爱你，我专心专意专意，分了个独你的名，我纯粹不怀疑。我爱你，我专心专意专一，你听的路上，我跑走无放弃。你听的路上，我跑走无放弃。你听的路上，我跑走无放弃。将一切荣耀、掌声归予咱的天父，你的卡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要做入去的大声，甲隔壁讲，你的学乐甲祈祷，耶稣拢听见来。你的学乐甲祈甲祷，耶稣拢听见。耶稣拢听见，听者。这时，咱要来共读圣经，记载伫路加福音第2章第80到第14节。咱做伙来共读，请。迄地区有一寡各样的人伫野外，每是轮流伫顾因的羊群。主的一个天使对因出现，主的阳光四面甲因照。因着非常惊吓，天使甲因讲：毋免惊，我报恁一个要互万民大欢喜的好消息。今仔日伫大必城有一个救主为恁出世，就是主基督。恁要看到一个婴仔用布包咧，倒伫座咧。这互恁做记号。忽然有一大阵天军甲迄个天使做伙颂赞，上帝讲：愿荣光归伫至高的上帝，愿伊赐和平互地上伊所喜爱的人。咱圣经共读到遮，愿上帝话成做咱人生当中的帮助甲祝福。煞接咱的今仔日是大港节第一个主日请潘牧师分享基督的光甲疼。
好，这个时阵伫牧师讲道进前，咱要来守圣餐，请咱同工来备班。咱今日透过圣餐，要来到主的面前，这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开的一条活路，嘛，互咱深深知影，咱每一届到伫圣餐的时阵，咱的心会当更较深深来甲基督结连，这是何等要紧的一件代志。咱照保罗所讲，我捌对主受也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骂迄暝，伊有摕饼来祝谢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伊也捧起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恁大概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的日子，这个时阵，咱要为着这个饼加这个杯，也为着咱每一个人，去一摆到主面前，咱三个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是卑微阁有罪的人，若毋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拯救，就阮无人会当来到伫你面前。也阮伫阮的软弱内面。阮搁较要仰望基督，因为透过十字架，通互阮知影，这是拯救的记号，这是疼完全疼的记号。阮着谢你，将你的疼赏赐互阮，来包围阮，伫不足的人的顶面，看见你的阳光甲你的疼。着谢你，今仔日引带阮正兄弟姊妹，伫即个时阵安静的。片刻，互阮搁一摆独独仰望你。愿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搁一摆洗清阮的污秽，压榨阮，互阮亲像洗白一般样，也互阮来到你面前，就因为阮是清气的，通得到你的欢喜。阮特别为着阮每一个人的心、灵，拢恭敬交托伫你的手中，也求你圣化。这个杯甲饼，成做阮属灵的美牛。感谢基督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时阵，咱要请咱的同工，咱来服侍。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当咱摕到这个物件的时阵，咱小等一下，咱大先安静伫主的面前，咱等下做伙来领受这个救恩属灵的美妙。
后来，咱将这个透明的这个薄膜来甲拍开，咱会当揢到内面这个饼，咱若揢到了，来揢起来，互牧师知影，咱已经伫咱的手中。这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来领受。吃了后，这个时阵，咱嘛要将这个蓝色的薄膜来甲拍开。咱做伙来，这是基督的宝血，这是新约，用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每一届咱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来领受。咱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伫你甲你的家来成就一切的美事。咱做伙来祈祷。是阮疼痛的主，阮多谢你，为着阮正人的罪，你甘愿受苦，受钉伫十字架顶，留你的宝血。甚至用死来代替阮，互阮有罪的人，通得到免去这的罪责。所以，阮多谢你，搁一摆，互阮亲亲接触你结连，也互阮知影，你荣耀的宝体，当已经坐伫基督上帝的正边，伫迄搭遐，伫替阮祈祷，也伫迄搭遐来掌管万项有。愿恳求你帮助，互阮有限的人生会当甲无限的永生结连。透过主耶稣基督的名，互阮每一天拢活出你的荣耀，每一天拢经历你的拯救。多谢你听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这时阵，咱就要请咱黄顺美牧师来讲道，请咱用喜乐的心来听上帝的话。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拄则伫咱领受圣餐的时，毋知伫你的心有啥物款的感动？拄则牧师领受圣餐的时，我的心内祈祷。当我祈祷的时，我有看到一个画面，迄个画面就是，假使耶稣基督若无为着咱死过活，那安尼咱的罪，毋知是大到啥物款的程度。人做恶做歹，毋知歹到啥物程度，要安怎来得到赦免？所以只有经过耶稣，伊为着咱钉死伫十字架，所以迄个宝血，迄个血是上值的，迄个血才有法度掠砍咱人的罪。要若无，我安尼想的，若是无耶稣基督来到伫即个世间，担当咱的罪。咱每一个人的罪，咱每一个人的罪恶，可能咱歹甲比魔鬼搁较歹。所以咱感谢主耶稣，互伊上帝道成肉体，就成做咱的救赎。阿们吗？所以咱领受圣餐的时，咱是用到一个悔改，搁有一个就是更新，搁有一个就是望来领受主所。为着咱备办的即个宴席，所以咱每一届的圣餐，你拢毋好留去。每一届的圣餐，拢是伫累积你伫耶稣基督内面，你对耶稣基督迄个伊的疼的回应。感谢主！但今仔日牧师要来带咱进入到伫大港节。咱即马是大港节第一主日。什么是大港节？咱来讲一摆大港节。大港节就是咧等待耶稣的降生，这是一款的讲法。佮另外一款的讲法是伫讲
等候耶稣第二摆的降临。好，所以咱看咱今仔日的主题就是基督的光甲疼。伫昨昏来，咱来看即个影片一个哦。昨昏伫即个4号公园，咱所有的遮的联合的教会办一个嘉年华大家拢设摊位，迄个摊位毋是伫遐咧卖食的，即个摊位拢免钱，摊位差不多有25担。即25个摊位咧创啥物？拢是咧传福音，拢是咧传福音。所以伫内面，咱来看者哈，非常非常的热烈，看到哇！伫即款的圣诞节的准备内面，竟然遐尼侪人真愿意来哈。牧师在讲道。为什么呢？你敢知影？因为今仔日是11月30几咯，明仔载是12月开始，对无？是不是12月开始啊？是哇！12月是一个福气的季节咯。12月对教会来讲对国家社会天气非常的好哈。关键的一个季节咯。我伫前礼拜有去为着国家祈祷的一个祈祷会内面，咱的总统官员都影像好，下一个影像没有。电脑有，电脑有，荧幕没有。好，伫昨昏的即个圣诞的嘉年华吼，圣诞的嘉年华内面就有迄个花车，迄个花车咧内面顶悬车的顶悬。拢是人特别去制作的迄个十字架，耶稣的马座哈。好，有看到了。好，咱来看者好不好？你看昨昏非常的精彩有差不多5架的车，这个车顶咧制作耶稣降生咱来看者哈。你看这车。用这制作有水无？哇，非常的水，嘛有足真的哦阁有树咱看到这个是耶稣，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抱羊，拢甲咱的圣经上重要的意义甲伊展现出来。阁来这只是迄个拿阿的大船红海的时过来，咱来看最后一只，就是耶稣降生伫马座，耶稣伫出世伫马座。咱甲家看遮个因毋是干那伫遐停伫遐，因是踅家牧师呢了解讲，这只会做甲遮尔水、遮尔真诶，讲这是对伫家角内面出来更生人因亲手所做诶。为着的就是透过因伫家角内面啉捌主，知影耶稣降生为着咱的迄个生命意义，所以因做遮的然后有人出钱，然后甲伊做起来了后，放伫车顶会当世界全台湾去巡回，毋是人敢若看到妈祖在绕境巡回，爱看到咱的耶稣在巡回，阿们吗？所以牧师就咧想讲，哇！因即马这车做甲遮尔好，无啥人知影，拢家己放伫咧仓库遐，所以若会当出来，人透过即个影像，就会当来明白讲，哎呀，圣诞节伫要到啊！所以亲爱兄弟，咱看到这伫遮就是咧甲咱讲，圣诞节所要带来意义。当然，伫今仔日，咱要对有言甲大降节，咱的耶稣伊会出世。咱知影，伊是对有言来的，耶稣的出世，伊是对有言来的。安怎讲呢？就是讲，耶稣还未出世以前，就已经有耶稣的故事，佮有人在讲，
讲这耶稣，所以耶稣伊也未出世之前，伊是伫咱的世界，伊是一个也未出世就有伊的传记的人。迄个传记写伫倒位？写伫圣经内面，圣经的旧约内面。所以伫耶稣未出世的几千年前，就开始咧讲，无咪所在，无咪人会有即个红婴仔会出世。即个红婴仔出世，伊搁穿啥物衫，嘛甲你讲甲清清楚楚。所以耶稣会出世，因为伊是上帝，伊是神，道成肉体来到伫世间。当咱来看咱拄仔的圣经，咱拄仔的圣经节是咧讲啥物？是咧讲耶稣已经出世的迄一天所发生的情形。当迄个出世的迄一天进前，耶稣伫迄个野外，伫迄个野外出世，然后伫马槽，伫种种圣经拢早就讲着啊。牧师要来请问咱在座敢有倒一位？你完全还未出世的时，就已经有人知影你会出世啊！啊，你阁会生伫倒位啊？啊，然后你阁对什么人会后代？哦，你可能是迄个特会长老的后代，然后伊要出世啊，敢有人会当安尼有言？无，连即马国家的王子公主嘛无人甲有言，只有耶稣。这是非常非常特别，这个特别是有啥物意义？咱想看卖咧，耶稣出世是透过预言，那安尼，这个意义是啥物货？对你的意义是啥物？对你的意义就是在甲你讲，你也未出世，总是有一天你出世的时阵，却有一位耶稣基督要成做你的保护者，成做你的救赎者。这就是上帝创造人类，上帝会听伫咱的内面。咱去看伫预言内面，预言咱知影伫圣经内面有倒位，什么代志在预言耶稣会出世？来想看卖，伫以赛亚书是无？好，咱来想哦。可能来，咱安尼即摆来想，第一项伫创世纪，创世纪就已经预言耶稣会出世。当蛇犯罪，夏娃犯罪，上帝耶和华上帝就甲蛇讲，你的后裔要甲查某人的后裔互相对敌，所以当咱人甲蛇，人看到蛇会安怎？惊走是无？人看到蛇，棍仔举咧，就甲头伏落去啊，敢毋是？吼！毋是走呢，是棍仔举咧，对倒位讲？对尾仔讲，还是对倒？对头。圣经就讲，你要甲查某人彼此做对敌，因为蛇诱惑查某人。然后耶和华上帝佫讲，查某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后裔的头，然后你要伤查某人后裔的牙头筋。脚跟，所以这会拢应验。迄个查某人的后裔是指啥物人？耶稣基督，耶稣要伫一个查某人来出世，这是伫创世纪的预言。过来，创世纪嘛预言着，这个出世的红婴仔要成做阿伯拉罕的子孙，要成做犹大的子孙，佮有要成做大卫王的子孙后裔。这会代志拢还未发生，伊的世代还未行到遐时阵，就已经有圣经来应验。过来，佮有讲耶稣伊要对伫一个在色女来出世。在色女啥物人？玛利亚。这早就伫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书来预言，佮有伊个预言讲，这个耶稣。伊的名叫做以马内利，阿门。即只来到圣经的时阵，时代行来到圣经，一拢应验。所以咱就看到耶稣基督伊的降生。当咱咧大降的时阵，咱为什么要大降？为什么要过这个大降节？因为伫过去
伫第7世纪的时，迄个时，大家就要将耶稣伊迄个出世，会当互大家搁较清楚来纪念，上时会当知影耶稣基督就是人类的救主。所以因伫大港节迄个时阵，因是用40天禁食灵修祈祷，后来慢慢转变做第1主日大港节、第2主日大港节、第3主日、第4主日，然后伫耶稣出世的日个前4礼拜叫做大港节。所以咱家己算算，今年的圣诞节是12月，当时22，咱要庆祝就是第4礼拜，所以往前推第1礼拜、第2礼拜、第3礼拜、第4礼拜。所以咱会伫大港节时，咱会看到咱会点蜡条，好，点蜡条，点紫色的蜡条，然后阁有迄个花箍，绿色的花箍，这拢是有神学意义的，拢是有圣经的意义。所以后礼拜咱就会看到，咱在大港节第2礼拜就爱点2支蜡条。所以这就是大港节，互咱世世代代，互咱的后世，互咱的后世，咱后代，互咱的兄弟姊妹、青少年囡仔，因拢知影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咱来陪伴咱的心，陪伴咱的心，用咱的喜乐的心，用咱感动的心、感谢的心来感谢天父上帝。伊家己本身成做肉体来到伫咱的世间，为着什么人？为着你，为着我。所以耶稣伊所做的，毋是无利益的事，是为着你的事。伊遐尼在意你，所以咱看到迄个有言了，到即马咱所看的圣经，就是耶稣出世的迄个情景。好，第一个所在就是伫伯利恒，伯利恒的较旷野的所在，野地就是较高外。哦，伫遐的野地呢，无有真济草。请问，伫以色列遐个中东的土地，因的土地属是什么款的土地？半沙漠的土地，所以也有石头，然后迄地势呢坎坎坷坷，所以羊仔呢要伫遐食草，无什么草，因为无水，所以呢，当因即个春季的时阵，尼补一寡草的时阵，羊仔就哭食，因为无草，所以因就爱随时搬徙，随时搬徙。因为因遐的地势拢无真平，无像咱遮，所以佫有一寡山坎啦，一寡石头啦、岩石啦，一寡细粒石头、大粒石头，所以遮羊仔有时阵行路，行甲会跋倒落去，跋喺溪坎里面，内面。所以伊讲伫伯利恒的野地就是牧师所讲的，有啥物款的人？有饲羊的人，捌饲羊的，请举手一下，你捌饲过羊的？捌饲过羊的，捌食过羊的，举手一下。恁拢专门食羊的呢吼。我细汉的时候，我的老爸饲过羊，我的爸爸饲过羊。然后迄是我幼稚园的时，所以阮爸爸伊饲差不多10几只羊，拢会带去野外遐放牧羊吼安尼。我就对迄个饲羊有一寡印象吼。所以伫遮过来，伊圣经讲，这个雇羊饲羊的人，因伫暗暝，然后咧轮班伫固守羊群。你读圣经读到遮，你有感觉倒位，互你感觉有一寡要思考的？暗时，然后按着更次，就是照伊的迄个轮班的班次，然后来雇羊啦。为什么会饲羊的爱搁轮班？因为因的羊拢饲伫迄种野外，毋是饲伫因的厝的厝边，拢爱带去种远的野外。所以因饲羊，敢有讲，逐工拢搁带转来，搁带出去，逐工安尼来去有无？当然是无。带出去了后，可能是规个月拢伫外口。所以因爱安怎呢？爱逐个轮班。迄个轮班，哇，今仔日轮这班，明仔暗轮迄班，逐个爱轮，因为雇羊的时间足长的，所以。这暝轮班呢，拄好轮到大夜班。大夜班伊伫遐顾守羊，然后这羊一定爱顾好，因为这羊是要来伫圣殿献祭，所以这羊爱顾好。所以因着照轮班，然后来顾这羊。结果伫遐真专心，天气嘛真寒冷的时阵，
然后因爱好好看你遐样，惊什么货？惊贼啊，还是讲惊遐其他的走兽来食伊的羊，吼，还是人来甲偷看伊的羊。所以，即个饲羊的人爱真专心无？爱真专心啦！你若无一只羊无去吼，哇，你着损失大咧啊！所以，遐顾羊的人天气真冷，但是因真尽忠。啊，因无讲啊，迄天气遐尼暗，遐尼灰暗，我无爱轮班，啊，我甲你换班一下。无，因非常的尽心伫即个内面顾羊。然后无拍算伫迄个时阵，迄暗轮到大夜班的，哇！才拄着即个遮尼惊奇的代志，竟然伫遐咧顾羊，你家想看嘛？迄几个可能几个饲羊的人尔，毋是规大群哦，是几个。因伫遐咧顾羊，看，突然间，所一个天使徛伫因的边仔啦。那你会惊着无？佮暗时咧，啊一个安尼，迄毋知是啥物，佮以前佮毋捌看过。啊一个天使，一个天使怎啊出现伫伊的边仔？较属天凯，你若伫遐咧顾羊，啊一个天使突然间出来你的边仔，你会惊甲昏去无？可能会惊甲昏去对无？然后有主的天使徛伫因的边仔，是徛，毋是飞哦。所以咱读圣经爱读好清楚，是飞还是徛？飞甲徛有啥物无共？飞是伫天顶咧飞，啊徛咧是伫伊的身躯边仔咯吼。然后徛伫伊的边仔，主的阳光，迄个时呢，迄个天使来的时阵，迄个阳光哇，本来是黑暗甲，结果饲羊的伫遐黑暗啊，心内感觉讲哇，天色怎么那么暗？吼！但是迄个时阵，天使出现的时阵，光影，然后饲羊的人伊就总欢喜的一直拍扑啊，还是惊甲皮喘，惊甲皮喘。那你感觉你迄个时阵，你会拍扑啊，总欢喜的举手，你会惊甲皮喘的举手。阿门。哇！牧师，我伫大学的时阵，牧师有一届因为车祸来看到天使，亲目看到天使，迄是我人生第一个经验。我才知影讲，原来伫灵界内面的天使是真实的。当迄个天使出现的时阵，哇，是大甲你所有物件拢无去啊！然后伊非常的光，这是牧师亲身有经验的。所以伫遮我就看到讲，有影看到的时阵是足惊的吼。毋过迄个心内却马上就有平安。咱去看天使安怎甲因讲？天使对因讲啥物？讲毋免惊。来，咱大家做伙讲。为什么毋免惊？因为天使要甲因讲，我是一个平安的天使，我要带互恁平安。过来，伊讲我要报互恁大好的消息。大好的消息是关系什么人？万百姓，毋是关系台湾人啦，定是关系万百姓。所以咱看圣经，伊讲天使，迄个天使那天使，所以迄个天使只有一只，只有一个天使。然后甲因才饲羊的讲，毋免惊。迄个毋免惊，佫有一个意思。当时才牧羊的，因拢是算生活较低层的，所以因只会当做靠饲羊生活。但是伫迄个时阵，罗马时代在统治，因每一个人的生活是受压迫的，无公义，政治不公，所以真侪人因的生活困难以外，因的心无平安。吼，所以天使嘛咧甲因遮的饲羊的人讲：恁虽然伫人的眼中，恁是丧向的、无地位的、是平凡的，但是恁毋免惊。我当要报互恁好的消息。是关系万百姓的。伊讲天使讲的话，咱来注意听哦。天使讲什么？伊讲今仔日伫大必的城，要为着恁生一位救主，就是主基督。兄弟姊妹，今仔日伫大必的城，当时伫大必的城，因为因在大必就是因的王，所以迄个是一个首都，所以因真看重的迄个耶路撒冷，诚做是因敬拜的中心。然后伊讲，伫即个大必的城内面，大必的城的所在倒一位？
必而行。好，所以伊讲要为着恁生救主来，卡出这个天使，哪甲伊讲要生一个救主，伊头前搁加一个什么话？为着恁，为着恁，是为着什么人？天使讲是为着恁来出世的，要生一个救主。救主就是上帝，好，救主就是咱拯救的迄个救赎的主，然后就是主基督，主就是指一个上帝，基督就是指君王。伊讲恁要看见一个红婴啊，然后伊用什么会包咧？布，伊用布，毋是保鲜膜，好，是用白布甲伊包咧，然后倒伫倒位？倒伫病院吗？还是倒伫婴儿床？倒伫马槽，迄个就是记号。所以当天使在甲因讲的时候，恁去看，看到这，看到这，你就知影，这就是新约记号的意思，就是新约吼。所以伫迄个时阵，哇，讲了的时，突然间一个天使，然后哇，一个天使以外，佮加足者天军天兵出现。本来是一个，然后煞变一大群，然后伫遐甲迄个天使同学了。所以即马有啥物款的情景？一个天使，佮加上规班的天兵天军的圣歌队，拢伫遐伫学了上帝讲。伊讲伫至悬的所在，迄个至悬的所在，就是三层天以外哦。至悬的所在，所有的阳光拢归伫上帝。伫地上平安，地上有平安哦。地上的平安要归互什么人？归互行伫上帝下上帝旨意的人。亲爱兄姐，什么是下上帝旨意的人？就是咱愿意顺服伫圣经，顺服伫上帝对咱的教示，互咱知影咱伫礼拜日咱敬畏上帝、敬拜上帝，互咱伫生命内面活出真理。这就是真做上帝下伊心意的人，所以这是上帝伊伫咱的中间所真做一个真好真水的一个新约，就是耶稣基督为着咱来降生。阿门吗？阿门。所以耶稣伊的降生是非常奇妙的，因为伫伊生命的以前就有人来写伊的故事，然后所发生的甲有言都一模一样。伫即个圣经节内面，伊讲耶稣对伊的学生讲，伊过活了后，伊甲伊的学生讲哦，这就是我以前甲恁同在的时，甲恁讲的话。安尼讲，摩西的律法、先知、诗篇所记的，既若只对我所指的话，拢未应验。先知就是以赛亚啦、米迦啦、耶利米啦。这先知做先知，拢得有言耶稣会出世。耶稣伊讲，无毋对，这个所讲的，伫我身上拢未应验。所以伫马太伊就讲，伊要生一个囝，迄个伊是啥物人？这个时阵就出现玛利亚哦。玛利亚要生一个囝，要甲伊号名叫啥物？耶稣。所以这个囡仔的名叫啥物货？叫耶稣。然后伊要将家己的百姓对罪恶中救出来，感谢主，因为上帝伊互咱伫伊的内面，透过耶稣基督的光，互咱知上帝就是道成肉体，是耶稣来到伫咱中间。所以耶稣伊就讲：“我是光。”耶稣伊讲：“我是光，我是世界的光，我要踮伫恁的中间。我若踮伫恁的中间。”恁就无住伫黑暗内面，所以咱感谢上帝，基督伊是光，咱每一个人拢需要光，黑暗的所在需要光。耶稣伊也将伊的疼带互咱，耶稣带互咱的疼是啥物货？为着咱的罪受害，然后为着咱的背逆受压伤，所以因为安尼，耶稣伊为着咱钉死伫十字架，咱得到啥物货？咱得到医治。得到平安，互咱的灵魂，互咱的灵魂会当伫永远上帝所赏赐咱的迄个永远的福气的内面。兄弟姊妹，咱信耶稣的迄个福气是大的，所以你的信
有法度活出基督的疼甲光无？就参照这市话，虽然因的身份非常的逼真，总是上帝却拣选因，透过世界宇宙中第一个耶稣要出世的消息来对因传播，毋是对王宫的王族遐个官员，乃是选择平民，咱嘛是平民，所以上帝伊讲，伊的光要照伫咱的中间，也透过伊死搁活，伊的疼已经伫咱的内面。你有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疼伫咱的内面吗？阿门吗？阿门。现在来，咱要来做伙来用这个圣经节，互咱搁甲基督的光会当记伫咱的心内面。来，咱做伙来讲来，我做光来到伫这世间，是要互信我的人，拢袂会点伫黑暗。约翰福音书12章40、60过一解哦吼。我做来到这，是要互拢袂会伫。这个是毋是你？阿门吗？阿门。所以耶稣的光已经伫咱的中间，耶稣的疼透过伊的死搁活，也伫咱的中间。你来甲隔壁的，你来甲伊讲，耶稣是你的真光，耶稣疼你。阿门。那么爱将这个真光，将这个疼来传福音，来互咱的厝边隔壁会当遍地拢会当听见耶稣基督伊真光甲伊的疼。好，咱这时咱要用这首诗歌，咱来回应，互咱的心会当，互圣神来感动，拍开咱的心。伫这首歌头前咱是用华语的，后壁就会当用台语。即使个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台语的咯，耶稣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这咱请起立，伫上帝疼内面，耶稣基督，伊的疼对几千年前就已经临到伫咱的内面，咱现在也搁活着会当领受，所以咱啊好好把握基督伊的疼伫咱的内面，嘛爱将伊分享出去，阿门吗？阿门。来，咱做伙，哈利路亚。这世界。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咱举起咱的手，咱知影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
稣是伫即个世间还未出世进前，在生进前就有传记的人。迄、个传记就是圣经。所以咱在主耶稣听我记载伫倒位？伫圣经。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啊，阮你来感谢。伫这大港节时，互阮搁一摆明白，阮听候主耶稣出世。但主，阮即马要听候的就是耶稣第二摆再临来到伫阮的中间。主，这就是阮终极的愿望。感谢主，互阮所有的兄弟姊妹，伫阮的家庭、伫社会、伫工作的所在，伫任何一个阮所卡所踏的，主啊，你拢互阮活出好的行为、好的模范、好的款式、好的名声，过圣洁的生活。互基督的光入来到伫阮的内面，互耶稣基督听入来到伫阮的内面，佮互阮会当来分享出去，白白分享出去。感谢俄罗主踮伫阮的中间，祝福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阮的性命全然要得到平安甲丰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兄弟，请坐。即时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嘛是信心的行动。请咱用感恩甲坚强的心来奉献。开始奉献。当阮靠主，是阮做证。强比鸟受我鸟转换，信心淡薄，给体会来，我拿出阮信心所望，甘心乐意的心意，一切所拢受你。听这请起立。兄弟，请坐，分享。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咱这个时来关心咱教会这事工的进行。咱做伙来读这礼拜的导读，这个主题叫做洗礼吼。咱用华语做伙来读来。当人听到福音，因圣灵感动而悔改认罪，借着洗礼归入基督与他的教会。是，这就是今仔日咱教会在做的。咱感谢主，互咱的教会诚做传福音的教会，诚做透过洗礼，互人归入耶稣基督的名的。好，咱继续来看咱来关心咱这个教会事工。今仔日
是大港节的第一主日透过潘牧师嘛，互咱更较知影咱着用什么款的心来做备班这是基督徒你我通欢喜的一个季节吼。好，来这有关是昨昏的这个活动，我相信咱拄好也已经有看见吼。咱嘛有真侪兄弟姊妹去到现场来同工来伫遐服侍，也是伫遐做伙参与吼。感谢主。好，所以昨昏大概照咱的主办单伊讲大概差不多有3600个人啦吼，3500个人参加，有接受祝福的有1900名吼，咱永光教会大概有接触到300个人，为着300个人来祝福祈祷吼，真感谢主。好，后来佫刷过来咱的即礼拜开始，咱就开始有遮的即个直觉幸福，透过鹿角蕨的即个手艺。咱要互兄弟姊妹会引出真侪新朋友来吼，咱已经超过500个人会报名，请咱照即个时间来进行，嘛请咱服侍同工提早来做备办哦。好，多谢。好，即礼拜拜六，咱要召开全教会事工的协调会伫咱的副堂的所在，咱会早起9点半来开始，请咱新任甲现任的长执，佮铁三角各单位的首长。请咱一定爱来参加吼，咱伫遮事工会做一个协调。今仔日礼拜刷了后，第二堂礼拜刷了等下咱会开小会吼，第二堂礼拜刷会续会伫4院的教室。好，继续就是咱今仔礼拜刷了，咱关怀一波的同工有要召开会议，请咱会遮同工注意吼。12月15，咱要举办即个迎宾的训练，就是即新朋友来，咱要来教台语所以伫12月15第二堂礼拜刷了后，伫3楼的教育厅会来准备食饭了，咱就来开始来训练遮的吼即个是真重要，互新朋友会当有感觉，亲像伫厝的迄个感觉吼。好，咱伫昨昏，咱感谢主。咱第16期的文图班的结业，拢总有5名，有参与5名咱的教会有4名，然后有1名是其他的会友，咱真感谢主。其实咱佫有1、2个无毕业，不要紧，伊嘛真欢喜，继续佫读一届伊感觉讲这就是恩典所以感谢主互咱会遮的。文图的训练的课程兄弟姊妹拢会当更较侪来参与。好，即礼拜咱是幸福左右的外展的第6周，请咱继续为着咱遮带新朋友来或者新朋友继续为着因祝福来祈祷。咱有一个明年度咱的核心同工的灵修会。即马伫咧报因为即马的即个旅行真侪人所以咱的饭店甲即个游览车拢足歹订，有甲咱讲咱爱紧来处理来决定所以咱有要去到伫明年的即个核心的同工，咱有即个资料的名单伫咱的周报内面，咱会当来看，来了解咱照着即个名单来报名报名到伫12月29日来截止请咱来关心来看这资料，就会当知影。好，多谢。圣诞节咱佫有真侪活动会继续来进行，请咱兄弟姊妹引带新朋友互因来参与。我相信这是一个真好的一个机会圣诞节是基督徒传福音上介好的咱伫即个圣诞的即个邀请卡的后壁，就是咱的圣诞卡片。咱会当来用即个卡片来写互人，来甲因祝福好，咱明年度咱遮的咱教会有原地推设的遮的每一日灵修的 QT 的资料，就是活泼的生命、亲城国度、囡仔我喜欢耶稣。咱会当半年定一摆，还是1年定一届请咱兄弟姊妹继续持续你讲我可能有当时拢会袂记咧读，不要紧。咱有买就是有一个心咱紧有时间，咱就会当来读
我相信这会帮助咱伫灵命生活内面对着上帝的祝福吼。好，咱抄写即个导读的圣经，咱爱到伫12月底哦。所以咱即马大家真侪人我知影，拢会用小组的聚会进前来抄写。若有未足的吼，大家努力一下。咱到伫年底时阵，咱做伙会当来正做一本册，这是一个真好的纪念的一件事吼。好，多谢。伫12月31日，咱暗时10点，咱有要伫教会来做跨年之夜的祈祷会。每一年拢有这个备办，请咱来关心嘛为着这件代志来祈祷参与。咱继续为着司徒阿秀姊妹来祈祷伊早时身躯健康的时阵，拢伫黄昏市场底卖肉粽吼。若礼拜拢会坐伫即个所在，穿了真水吼。迄日阮甲潘牧师去病院看伊，因囝讲哦，牧师你来看伊的时阵，伊阵穿活起来安尼吼。本来拢袂顶头吼。因囝讲牧师可能出无几工吼，他们去听着牧师教吼，阵一直比一直讲吼，要讲话安尼吼，一直学了上帝安尼吼，感谢主吼，上帝互阮带着即个官兵来祝福咱的兄弟姊妹，这是阮乐意做的，嘛是阮甘心来服侍主的，所以咱继续为着咱即个老姊妹来祈祷，伊今年97岁，今年97岁吼，感谢主吼，好。好来，咱继续伫咱教会网站，咱嘛会当来关心，嘛会当来推荐互咱的朋友会当做伙来看吼。咱的教会网站足丰富的哦，咱若入去看，你就知影吼。好，多谢。好，这时阵请咱起立，咱要来吟这条诗歌，比出来祝福。来，请坐一下吼，歹势，我足久无主持吼，所以拢会落赞哦。讲不要紧，不要紧啦吼，多谢恁吼。恁若讲有要紧，我就烦恼。来，要来欢迎新的朋友第一届伫咱教会遮的吼。好来咱来看第一个。无伤紧，所以伊直接嘛蔡敏胜明星兄慧燕的爸爸嘛吼，等下要说咧，所以伊伫外面啦吼，所以这第二场吼，郭运芳应该是拢是第2场对无？好是，好，所以OK， 这拢是第2场的吼，咱等下第2场的时阵，较来介绍吼。好，这时阵请兄弟姊妹起立，咱做伙吟一条诗歌，比出来就好。你出来面上好你，平安福气满心，万星星来充满你，大梦大热烈大福气，上帝祝福你，伊的面光照你，喜乐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主事大福气，上帝祝福你。伊的面光照你，喜乐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主事大福气。喜乐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主事大福气。佫有一项甲咱报告吼，因为咱等下有差不多要到30个人会伫交易厅遐来开小会吼。所以咱等下呢，礼拜煞了，有人会当对遮出去，有人会当对后壁出去。总是咱请就伫后壁就点慢讲话互咱会当伫迄搭遐来开会，安尼好无？好，多谢大家吼。好，这时阵咱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全能的上帝，以大能的手骨引带伫咱每一个人的脚步，互咱脚步在我。信心坚定，也互咱深知，咱对主耶稣领受满的疼，会当分享伫咱的厝里的人，
伫咱的朋友伫教会中间，诚做美好的见证。也愿耶稣基督降生的好消息，伫咱的生活内面，诚做福音来传播，互人知。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平安，请这上帝恩典，甲咱逐人同在。请咱安静，对后壁来离开，多谢大家。麦当来对头前哈。